您好，为了接我这么一个小小的职员，让您起这么早，不好意思啊。您可别您的，叫我名字就成。再说我这宠物学校刚刚成立，你肯来啊，我已经很荣幸了。之前就听东边说你投资了个寵物学校，没机会过来看看，没想到第一次来就成了您的员工了。员工和领导是给别人看的，咱们私下还是朋友，啊。里面请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宠物训练场。宠物训练场，宠物也有训练场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当然了。怎么样？我们的技师正在培训宠物呢。哎，季总，可是我没有跟那个动物接触的经验啊。没问题，我让你做到的是3心2意。那不是花心吗？所谓的3心就是爱心、细心和耐心，2意就是意识和意志。只要你做到这几点，其他的肯定没问题。我努力。没问题的，我们这些小狗狗也很听话。你看看，来，在一些发达国家，主人会把宠物送到宠物学校，讓他們學習和培訓。拿到了證書之後，再送回到每個家庭。我也是希望把這種意識推廣到中國的每個家庭。季總，沒想到你想得這麼長遠。只是咱們國家很多寵物的主人沒有這個意識，慢慢培養吧。我以前覺得你這個人特浮誇，沒想到那個今天一見另當別論。您這是誇我呢，還是罵我呢？啊，客觀評價，客觀評價。那我不反駁，這邊請。這次晚宴辦得非常成功，全靠你。整個項目團隊都很專業，成功的結果是大家一起努力得到的。我們劉老闆說了，這次合作那麼成功，他希望王老師能跟我們有長期的、更深度的合作。好，所以你得老來。嗯。為什麼？你連見他的勇氣都沒有？我的小寶貝兒，哎，你看多乖。